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几个房企消息今天我看各大媒体都在报说王健林落榜胡润百富榜，这个也上了热搜10月28日，2025什么恒昌烧坊胡润百富榜发布，钟闪闪以5300亿元财富第4次登顶中国首富，并刷新了中国首富的财富纪录。胡润研究院表示276位企业家财富比去年缩水或持平，其中38位直接落榜。财富下降数额较多的企业家包括新疆的2位，华林工贸的米恩华、广汇的森广信，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万达王健林、世茂许荣茂、碧桂园的杨惠妍。胡润表示今年1400多位上榜企业家中有60%，10年前都没在榜单上。新面孔主要来自工业产品、大健康和消费行业，而落榜者主要来自房地产。从这儿可以看出主要是楼市低迷这4年来房地产的低迷导致这个胡润百富榜大量的开发商落榜。2017到2018年，内地房地产商在胡润百富榜前100名比例达到最高，有30%。现在只有龙湖的吴亚军一人。历史上房地产商还当过首富，2007年碧桂园的杨惠妍，2013、2015、2016年万达的王健林，2017年恒大的许家印。今天这个王健林落榜，胡润百富榜上热搜这个3届中国首富王健林，具体排多少名我没看到总之这个给我的感觉，他好像跟我之间的差距又缩小了100多名。实际上这个王健林落榜胡润百富榜，这个应该是情理之中有很多人恐怕不知道，不要说我了就是在座的各位，只要你没有负债，那么你排名应该在王健林前面。具体你排多少位我也不知道，你应该是在王健林前面。为什么呢？因为王健林马上就是失信被执行人，而且也基本上翻不了身。这里对吧，我给他先做个结论，下个定论。自从在3年前是吧，在白马寺烧香，我就已经看出来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现在不是什么首富不首富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百富榜排第几的问题，他现在是债务解决不了。上一次他被叫失信1日游，你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实际上那个是一个信号，对吧？我当时做节目就说了，这只是信号，有人开了第1枪，后面马上就有人了，发令枪已经有人开了，知道吧？有人抢跑了，那大家都不撑着了，所以后面万科就出手了。而万科很直接直接就把王健林给告了，这50亿王健林拿什么还？王健林现在这个资产万达，对吧？他想处置，想卖回来资金来还那些贷款，还那些借款都卖不掉，即便卖掉了也回来不了多少现金。这个就像极了那些断供了这个韭菜对吧？你把房子卖掉了，你还欠银行钱，就是一个逻辑就是王老板把万达广场卖掉了，他还欠那个银行的钱。你说指着把万达广场卖掉回来现金，然后去还别人的钱，越来越难，因为他卖的价格越来越低高了卖不掉昨天不是报道了吗？富力手下有几个万达广场根本卖不掉，打7折都没人要还得降价。所以说王老板现在麻烦只是刚开始前面暴雷那是债权人都不希望这个没法收场都希望王老板还能折腾折腾，大家能回来个3瓜2枣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报道都是感觉王老板赢了，王老板又是融来了600亿，又是圈来了腾讯什么各路资本，就是咱们通过这媒体报道感觉王老板又赢2，实际上不是实际上都是这些资本把万达优质资产给瓜分了，拿去抵债了，能理解吗？对吧？万达电影院那被腾讯拿走了，对吧？万达最好的几个多少广场被什么泰梦集团他们一起拿走了。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就是等着这个万科万科人家现在是国企，不是闹着玩的，对吧？人家把王老板一告，王老板面临着要么就给钱，要么就是老赖强制执行。也就是说王老板名下以后就没有资产了，跟徐老板一样都是富人，那个富是正负的，所以你好歹没有负债，对吧？虽然你也没有存款，但你没有负债对吧？你明天干一天活，你这手上400块到手了，一天挣400，那比王健林就强。所以不用担心不要觉得不可能，你现在排在王健林前面了。如果仅仅是负债这个也没啥，但是还有很多房企高管面临着登缝纫机牢狱之灾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反腐与整顿步伐明显加快，继正荣、泰禾等民营房企实控人相继被查后，近日其
起家于江苏的金城置业实控人许培新也被立案调查。此外，近期还有多家央国企地产高管也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审查。与此同时，多家龙头房企高管相继因个人原因辞任，行业高层人士更换频繁。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监管层对一系列问题持续整治，房地产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度出清与结构重塑。不管它是不是更新啊，也不管它是不是重塑，总之这些房企老板进去的，对吧？踏踏实实蹬缝纫机，没进去的现在是叫惴惴不安，坐立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所以说这个相比较这个什么排行榜排第几，相比较名下有没有财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要去蹬缝纫机啊？我们再看个新闻啊，这个专家说啊，稳楼市有利于稳酒业，也就是这个房价稳住了，茅台就能稳住，大概这个意思啊。这个2025年赤水河论坛上，中泰金融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观点犀利啊，他提到高端白酒，尤其是酱香白酒，那不就是茅台吗？对吧？和房地产周期高度相关。他这个一语啊，惊起四座啊。实际上咱们以前也说过是吧？茅台什么时候稳住了，那房价也可能就稳，就是说这个茅台是一个指标之一，对吧？你要关注茅台什么时候稳住了，跌不动了，那说不定啊，这个离房价见底啊也就快了。这个李迅雷他的观点啊，他说啊，咱们的这个楼市啊，房地产2021年见底啊，无论是这个整个的销售面积、销售金额，还是这个卖地收入啊，都是在那个时候见底。正好巧了，咱们的白酒销售啊，也是在2021年达到一个高点，后面几年将逐年下落。这个李迅雷他说啊，他说未来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对吧，加剧这个新人人口这个下降，那么房地产的这个稳呢，还需要很长时间。李迅雷他说啊，也就是现在政府对吧，要求是稳楼市，他认为啊，如果楼市能稳，那么这个对这个酒业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白酒行业就能稳。什么原因？他没有说那么明白啊。我想他就是说了啊，他也不敢说的太细。今天啊，这个茅台的这个批发价好像又创了新低，已经破了1700了，离它的1499很快了啊。你想他从3000多跌下来的，跌了有一半了吧，还要跌。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迅雷说的也有道理。你看那个楼市跌了一半，那个茅台价格也跌了一半，茅台价格还在跌，对吧？所以说跌到1499，这个指日可待，是不是到了1499就能够挺住呢？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吧？白酒尤其是茅台跟房地产的关系实际上是密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房地产和茅台的关系就有点像房地产和土地的关系，对吧？就是茅台它是房地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就像这个小家电、家具，像空调、冰箱，它跟房地产密切相关。那茅台就是这样，对吧？这个我想大家都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楼市要稳住了呢，确实啊，茅台恐怕也能稳。反过来说啊，如果茅台稳住了呢，部分说明恐怕这个经济啊也稳住了。我们再看啊，这个15个重点城市10月份的这个新房、二手房下降，这个销售数据啊，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济南、青岛啊，一共是15个城市啊。10月份啊，截止到27号，这个新房同比下降39%，二手房同比下降22%。尤其是上海啊，说上海新房日均销量207套，同比下降42%。上海楼市的这个新房的这个牛市啊，恐怕也快到头了吧？就是有钱人的韭菜不可能永远嘎不完，嘎一嘎也差不多了，对吧？那些8000万、1个亿的豪宅，那也是有数的嘛。跟去年比，同比下降39%、40%啊，什么概念？我们看旧楼市啊，10月27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新建商品住宅总价不足80万元，给你每套补贴5000块。这政府给你补贴啊，你买到房，你比如你这房子是花了70万买的，政府给你补贴5000，总价在80到160万元的，按税后1万每套补贴，也就是你要买个房子是100万，政府给你补贴1万块，总价在160万元以上的，按每套15000元补贴。这个是云南啊，政府真金白银的掏钱呢，补贴啊，大家还记得吧？我说这些地方对吧？它这个旧楼市的工具箱里已经没有工具了，剩下的就是钱了，你只能给人钱，补贴钱，对吧？其他什么利息低一点、首付低一点、公积金高一点都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看云南开始补贴了吧？就实打实的，一套房子给你补1万块、1万5，这个力度虽然还不大，但是你放心啊，那其他的地方对吧？力度会越来越大，这叫卷了，是不是？这个昨天还是前天，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对吧？富阳还是一套房送10万，但是不过那是代金券，对吧？你只能买那些家电什么，所以各个地方政府啊，马上就开始比拼补贴力度，这没办法，否则你房子卖不掉啊。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说外地资金高频考察上海写字楼，在政策和市场双重作用下，上海的写字楼投资市场正在经历巨大变化。他说我们正在密集看资产，一周要看2到3个。近日，一名来自北
北方某省份的国资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最近公司有意来上海投资商办物业，通过中介机构已接洽了好几个项目。近期看过一个位于浦东核心片区的写字楼项目，目前的持有方寻求退出。对于我们来说，价格方面是真的心动了。如果未来能顺利改造，比如部分楼层改造为酒店，预期收益率是相当不错的。据我所知，除了我们在接洽，还有几个民营老板也在看，他们也有意向买下来作为长期投资。该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位从事房地产大宗交易中介的专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为市场行情变化，近年来大宗房地产价格下降是比较公开的事情。的确，目前部分核心片区办公楼资产价格回到2012年至2013年的水平，价格调整给市场带来了关注。现在有挺多投资人都在看核心区的项目，等待机会入手，大部分都是投资需求，有不少外地国资或者民营资本来上海做项目收购安排。这个第一财经报道的啊，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新闻告诉我们，就是上海一旦放开啊，上海不是和北京还没放开限购吗？上海如果限购一放开，这个上海的房价还会不会涨，咱不知道。那它周边的房价肯定要跌，这是肯定的。甚至全国其他地方，对吧？大量的人就像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的一样，来自北方某省的国资跑到上海来买写字楼。虽然它这是写字楼啊，逻辑是一样的。那杭州、宁波的，对吧？温州的，再远一点的，比如什么安徽的、江苏的，哪个省还没一些有钱人呢？对吧？这些人立马啊，把在本省的资产处置，房子该卖的卖，跑到上海就买那个豪宅，因为那个才是资产，那个有流动性的。也虽然它降价没关系，它能卖的，对吧？你在合肥的房子，你有可能卖不掉啊，有没有流动性啊？挂住1年都没人买啊！你在上海呢，你只要愿意降价的吧，还是卖得掉。所以说啊，这个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报道，实际上就说明这个一旦啊北京、上海一放开，对周边那个房地产市场打击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这个西安为例吧，这个西安楼市这几年虽然没有成都那么火啊，但是也很坚挺，因为它是西北中心，对吧？西北5省那这人呢有点钱，他们首选都跑到这个西安买，所以西安的房价相对来说还比较坚挺。但是即便西安的房价给我们的印象比较坚挺啊，但实际上它降了很多了。大家看一段视频。3年前在西安卖560万的房子，放在现在看还能值多少钱？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拍的这个房子，在2年以前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西安市北郊最好的小区，豪宅小区。那么当时这个小区的挂牌的时间是2022年的7月27日，这个时间段挂牌的，当时挂的价格是564万。因为房子不满2的原因，24年7月份满2，因为不满2的话有5.3%的一个增值税，可能客户要拿到手的价格可能在60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了。过了有个7、8个月的时间，到2023年的4月份时候，客户的价格卖560万，比当时的价格少了个4万块钱，说明这个业主不是特别着急。到了2023年的6月份以后，这个房子的价格突然下来了，从560万直接降到了499万啊，一次性降了60万左右。但是房子到那个时间段还没有卖出去。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房子报价的一个过程。前期这个房子挂了1年多的一个时间，价格几乎是没有变的。到了2023年的4月份以后，这个房子从564万直接变成500万，从500万直接降成418万，再从418万降成412万。到399万到现在的380万，那么380万的价格放在现在能不能卖出去？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小区这个月刚好有一个同户型的房子成交，那么卖出去的价格是295万。所以说这个业主现在挂个380万的房子，想要把他的房子真正的要卖出去，至少还得降个100万。你看这3年西安这个房价降了多少？在西安北郊挨着这个西安市政府，这豪宅啊，3年前卖560万，现在380万挂牌还卖不掉，要成交的话280万，也就是跌了一半。关键跌了一半，你还不一定卖得掉啊。这就是啊西安这地方这个楼市的一个真相。如果大家去过西安啊，去西安旅游，西安的什么大唐不夜城、大明宫是吧？实际上你要去了西安，你会发现更多的是西安各种各样的烂尾楼，密密麻麻的叫回迁楼还叫什么？那房子盖的非常
常吓人。可以说啊，这个西安有很多房子盖的跟那个西安那个城市定位啊完全不吻合，浓浓的那种乡土气息啊，那种这下好了啊，房地产这一停滞啊，这西安就够呛了。我看网上有自媒体这个报道啊，西安高新区一重点项目欠薪40万，40名农民2年追讨未果。说的是2023年8月份呢，经工友介绍，王先生等近100名农民工陆续进入西安市高新区龙润城建安工程一标段，承担外墙保温涂料施工作业。该项目涉及多方主体，分包单位什么西安雷森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央企中铁2局集团建筑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则是西安那个国企啊，叫西安市高新区陈根龙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活儿在2024年5月就干完了，可40多个工友的40多万工资至今没有拿到，还没有实际欠薪依据，举证太难。近日，王先生与另一名工人代表仍在讨薪路上奔波，回忆近2年的追讨经历，满是疲惫。你想什么概念？这就是西安目前的这个现状。说来说去都是楼市低迷，对吧？房地产暴跌啊导致的。不要说西安了啊，我们看一看北京。这个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个北京的业主，他在网上留言啊，他说啊，现在形势很严峻啊，他说我现在手里有3个房子往外租，感觉这集体退租啊，就是这个业主他手上他有3套房，3套房都在外面租着呢，结果啊，他这个3套房居然就是陆续啊先后全部退租，他说感觉是集体退租啊，就这么巧，也就是啊，这就是北京的租房市场，这个我在今年春节期间我已经感受到了啊。我在做节目说了好多回了，有北京的网友留言啊，他说啊，最近我的一个同事在换租，从2室换成了3室，租金不仅没有涨，反而比之前还降了500块。你说这叫什么事？哎，你本来租的是2室，现在换一个大房，租了个3室，租金没涨，反而降了500。他说啊，他这次换的3居室在西三环，那位置还挺近的，3居室西三环，租金6800，这什么概念？3居室在西三环，租金只要6800。中介告诉他，原来这套房子一直租8800，但因为今年控制的房子明显增加，房东才选择主动降价，就是为了快点租出。这跟我还不一样是吧？我当时就一刀砍下去，直接砍掉1/3，无缝衔接，直接租出去。说有人手里有4套房子，目前3套正在寻找租客。为什么说租房市场？你租房市场这么惨，你还指着房价能稳住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北京的这个房租恐怕是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这个下降还没到位，还要降。房价这个房租越降，越说明这个打工的人收入低嘛，北漂对吧？或者没房子这些人收入非常低啊，找不到工作啊，很多人离开对吧？这房子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北京的写字楼对吧？空置率30%，这已经说明问题，这就是个经济学现象对吧？这个写字楼空置率高，也导致这个就业岗位少，就业岗位少对吧？没有就业，大家收入少，没钱付租金，你的房租就得降，你房租一降，你这房价也还得降。所以咱们一直说的吧，你要楼市要稳，首先韭菜的收入要稳住啊，韭菜收入在下降，你房价你怎么可能稳得住？我们再看一个财经网的一个报道啊，财经网报道叫松绑限购逾1个月，深圳2手房成交冲高回落，市场体感与机构数据分化。一名深圳一线经纪人称，此轮新政热度9月单月基本消化。这个财经网说了些实话啊，也就是9月份不是深圳出台新政吗？不就是除了这个福田和南山限购，其他地方就不限购嘛？如果你真要买房的话，福田南山也有办法，大概这意思吧，也相当于不限购。结果啊，这个中介说啊，这个政策单月就消化掉了，也就是9月底就没有影响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救市措施啊药效越来越短？这个财经网他这么说的啊，他说市场体感与机构数据有所分化，多名深圳一线经纪人告诉财新，新政出炉后，截至9月底，2手房咨询量、带看量环比确实大幅增加，成交量小幅增长，但国庆期间带看量和成交量都颇为惨淡。假期后至今，2手房成交量相比9月急剧下滑。一名供职于深圳链家龙岗片区的中介人员说啊，其门店9月撮合8套2手房成交，数量相比7月和8月均有所增加，但10月至今成交量只有2套。相比以往政策，深圳最新松绑限购区名单新增了原特区内罗湖以及宝安的西乡街道2个区域。一名深圳链家罗湖片区门店负责人称，9月他所在门店咨询量与带看量相比8月基本超过1倍，成交量环比增加了25%，但10月以来门店开单量腰斩。当前仅深圳罗湖与盐田一些刚需房源集中的区域，楼市还保持一点活力。此轮新政热度9月单月就
就基本消化，整体作用时效不如2024年9月那轮政策组合拳。上述深圳链家罗湖片区门店负责人提到，其门店在2024年月均签单量比2025年9月高出66%左右。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调控松绑带动成交量在短期内小幅回升，但深圳二手房成交价依然处于下行通道。上述供职深圳链家龙岗片区的中介人员说2025年以来，深圳龙岗二手房成交均价几乎逐月下降，近期价格较年初跌了10%左右，相比2024年均价大致下跌15%。稳住房价的前提是保住成交量。根据一线经纪人反馈，由于10月深圳二手房成交量收缩，成交价可能环比微跌。上述深圳中介机构高管称这是财经网关于深圳楼市新政的一个报道，也就是没啥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最后再看一个报道这个关于凶宅。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咱们介绍了是成都的一个凶宅吧，那挂牌价非常便宜，如果胆大的对吧，一个人住没毛病，那价格只有1/3就市场价的。那今天这个温州又有这么一个案例，温州凶宅遭6人疯抢。今天这个温州有个叫汇豪景园一个安置房，这个原房主非正常死亡，这个房子用来法拍法拍落追，成交价53.2万元，折合单价6200元每平。该房首拍55万元流拍，二拍降为44万元后，吸引6人报名，经24次出价，19次延时成交，超万人次围观。平台已明确标注房屋瑕疵，该拍卖标的物原所有权人在房屋内非正常死亡，就是凶宅。这个6200元1平米，便宜是硬道理，对吧？只要你能克服心理障碍，如果一个人住嘛，你也不怕，那你就住便宜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成家，对吧？要结婚，里面比如生孩子什么的那还得注意。为啥呢？这就是心理学的吧？如果你媳妇正好也不在乎，你生了孩子也不在乎，其实就没关系。但如果他就在乎这个，那是还是有影响。这个不是迷信这只是心理现象。就是说，如果你住在这个里面心神不宁，那你们家本来是个休息的地，是舒适，对吧？一个港湾，结果你一回到家就心神不宁，那起不到休息作用，对吧？肯定有影响。但如果你不怕，对吧？你不在乎，就不会心神不宁所以这个玩意是因人而异。如果胆大就应该去拍，便宜还有什么比便宜更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胆大也好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